400元的耳機和我之前用的700元的耳機听起來差不太多，它甚至可以媲美高出于它2倍價格的耳機。我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都是用動鐵耳機，這款魁寶羅菲羅 Pro 可以說是徹底治好了我依賴動鐵耳機的小毛病啊。它是一個動圈的耳機，能媲美動鐵的高音，而且又沒有動鐵的那種鐵味兒。喜歡聽高音又不喜歡鐵味兒的，那這一款可以說是絕佳。這個價位能有這個音質素質 CP 值，那更是衝破天花板了。它虽然是单动圈单元，但它使用的是 PU 加 PEEK 加蓝鑽球顶。 PU 部分它因为彈性好，阻尼高，为这個耳機提供了更好的低頻。 PEEK 使得它獲得了高頻的解析和寬廣的高頻延伸，那兩者結合可以說是彌補了單一材質的缺點。加上它的藍鑽球頂，因為它極高的硬度以及具有剛性，進一步的提升振膜的強度，減少分割振動的失真，使得它的高音非常的亮，解析高，並有空氣感。它放出來的這個高音不是像一些劣質的動圈調試出來的，也不是像動鐵那種冰冷。這款它高音是非常的閃耀、亮麗、清澈透亮的感覺。外觀非常的能打，無論是在正面還是側面，裡邊的齒輪不是印到上面的花紋，出音孔的位置設計的是一體式的，可以減少諧振。這硅膠套是有點說法的，它是採用軟硬結合，安裝位採用硬硅膠，上方是軟硅膠，保證入耳軟舒適的情況下，也保證了它銜接處的堅固，減少諧振，它的出音孔會更大一些。我自己手裡也有大量的耳機帽款式，我全都用了一圈，結果我還是用了它給我附送的這耳機帽，讓這個耳機的特點更加的明顯。它是這種特別大的口徑的，呈現那種號角形狀，它可以讓它的高頻以及一些細節不會被埋沒在低音當中，使得我們在聽一些像流行搖滾這些音樂當中，你可以聽到更多的細節。耳機線這邊採用的掛耳設計，可以減少聽診器效應。採用的2種顏色混邊，金色看起來很高級，灰色看起來有質感。在接頭的尾部這邊還有軟管，使用的時候反復的彎折牽引它的時候，防止在接頭處斷裂。線材它是一種偏軟的，即使在冬季拿在手裡也不會發硬。最近大家看我密集的開箱很多的耳機，送的收納盒，這一款應該是在同價位當中給的最好的一款。它可以防止耳機在我們戶外運動時攜帶，在包裡來回來去逛的時候，這個內部的填充棉可以保護耳機不至於讓耳機劃傷。開箱環節簡單就到這裡，我們直接試聽一下，進入雲試聽環節。有彈性，不渾濁，高頻就像我剛才說的，非常的閃耀通透，細節豐富，而且不刺耳。這不像說一些普通的動圈或者是劣質的動圈，劣質的動圈一般它會在高頻表現不是很好，它只能覆蓋像中低頻這一部分，又不像說純動鐵的，純動鐵可能會高音的地方你聽起來很好，但是低音聽起來沒有什麼勁兒。它又不像一些普通的混合耳機，混合耳機如果說你真的價格花到位了，特別貴的那種也還好，但是像一些入門的這個價位你買到的混合的耳機，它的
低音和高音銜接可能不会太好，所以在这个價位當中，你買到一個單動圈的複合振膜的，絕對是 CP 值拉滿的。我們就簡單到這裡，喜歡的不要忘記訂閱這個視頻，並且點讚。我們下一期再見。